新竹立北中正東路陸橋昨有一台載建築廢棄物的貨車駛佇咧陸橋尾來落架。那像講，這個檔仔歹去是直衝加路口，但紅燈的歐多拜弄一個落去，綁到邊仔這個點頭才停落來。到在點頭是干那財物損失，騎歐多拜的就輕傷。大家搁咧等紅燈，一台貨車疑似檔仔壞去，就安尼直接甲歐多拜弄落去，後來佮弄對邊仔的店面。代志發生佇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的路橋，互弄的店家講，即馬想起來，感覺會感覺驚驚。我聽到撞擊聲很大聲，我就坐起來看，然後我一坐起來看沒多久，他就直接衝撞我們店門口，然後是撞到這根柱子之後才停駛下來。在沒有剎車的情況之下，超撞到民宅。還有店家，還有那個摩托車騎士的部分，目前所幸那個傷亡的部分都是輕微。警察通報到現場協助民眾送醫，初步判斷疑似因為貨車機械故障，才致使意外發生。不理個事故原因以及相關責任，該單進一步釐清。疑似因剎車不及，不慎撞上正在路旁等紅燈的機車，隨後整輛車失控撞進路旁店家，所幸機車騎士僅輕微擦挫傷，唯造成店家財物受損，相關肇事責任尚待釐清。強烈呼籲賽車佇落架路段時一定愛慢，不管是攏愛注意頭前的狀況，而且保持安全距離，確保自身以及用路人安全。記者劉君豪，新竹報道。